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月1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，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15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严格，会通讲是无有人欢喜，互人足严格的对待，甚至也有人讲基督教的信仰袂当讲无好听、严格的话，拢爱讲好话。这听起来有小可怪怪。某一个宗教团体就是安尼，常常咧讲什么做好事啦，讲好话啦。但是这种完全无标准的好，并不是基督信仰。真侪人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一个严格的角色，所以咱知影所谓上帝的好、良善的主，不是迄个乱输来的好人。上帝另外一方面嘛是一个真严格的天父。圣经讲是上记载着上帝的判断甲处罚，这也是启示文学所咧甲咱讲的。伫末后的日子，上帝将会差派耶稣基督搁再来临，来判断咱选民以色列人时常掠做家己是上帝特选的人，就安尼凊彩家己要做，伊想讲反正上帝已经竞选，并且会通祝福互因。但是洗礼约翰并不是安尼认为啦吼。另外，咱也看到士师记的记载，中间也讲到当初时的情形。当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死了后，因就好像亲像完全袂记得上帝交代因的诫命。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，经文记载约书亚的死。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，因就转去家己分到的家业，占领遐的土地。约书亚活地的时，人民服侍上主。伊死了后，遐的亲目睭看到上主为着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也活地的时，人民悠然服侍上主。上帝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，享年110岁。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亭那，西拉伊本地的土地。迄代的人拢死了后，后一代的人起来，因毋捌上主，嘛毋知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。以色列人好像亲像得到健忘症啦吼。约书亚死到第1代死了后，因就完全袂记得上帝，袂记得上帝捌为因所做的事，带领因的祖先出埃及的恩典。接续士师记第2章11节到15节安尼讲，以色列人做上主看最歹的事，去服侍巴力，因去杀带因出埃及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去对四围外族的神明，甲因跪拜，惹上主受气。以色列人去杀上主，去服侍巴力，甲
阿斯塔洛。上主对因发动受气，将因交予抢夺因的人。伊阁将因交予四位的对敌，以色列人就袂当抵挡因的对敌。因突变出战，上主拢照因所讲的立誓，降灾的攻击因，因就非常困苦。因掠做上帝是主爱，是非常好的，无有脾气，袂处罚因。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。咱拢知影上帝是主爱的。但是毋通袂记起上帝这方面嘛是严格。保罗写批互这个无合一、无同心、无疼心的哥林多教会，提到着客气甲严格的特质，就是基督的特质，上帝的特质。如果咱要用传道书的角度来描写，应该是讲，客气有时，严格有时啦吼。上帝伫咧面对无共款的对象、无共款作为的人的时阵，伊当然会有无共款的展现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节到11节，保罗安尼讲。保罗为着工作辩护，人讲我甲恁见面的时客气，甲恁相离的时严苛。毋过我这个保罗用基督的温柔甲仁慈亲身苦劝恁。我去恁遐的时，毋通逼我对恁严苛。对遐个批评讲我用俗世的动机做代志的人，我一定对因无客气。虽然阮伫世间得生活，毋过无照世间的方式得征战。我征战得用的毋是出俗世，是上帝有威力的武器。连坚固的要塞拢会当破坏。阮推翻因的言论，将主动的人认捌上帝一切骄傲，拢互人消灭，佮改变一切的意念，互伊完全顺服基督。恁完全顺服基督了后，阮就处罚逐个毋顺服的人。恁简单地看外表，若有人敢讲伊属基督，伊家己着想看觅，伊属基督，我嘛共款属基督。主互阮的权柄是要甲恁建立，毋是要毁坏。我对这个权柄若有较夸口，我嘛无感觉见笑。我也无爱互恁想讲我写批在甲恁恐吓，因为有人讲保罗的批严苛佮强硬，毋过人来的时刻，两者讲话无分量。咱在面对困境的时阵，拢会想讲要来倚靠上帝，这个上帝是强大的、强权的。坚固的堡垒，但是面对家己的软弱甲错误时，却期待上帝永远是一个和谐无有脾气的上帝，这毋是真矛盾吗？基督徒必须爱非常清楚，基督徒需要敬畏上帝，需要遵行伊的旨意，因为上帝要用伊的管来保守咱。但是上司嘛要用伊的棍来管教咱。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6节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
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，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我歇困你拢在看，我所行所做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我犹未开嘴，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伫我前后照顾我，你亲手保护我。你的财物遐尼奇妙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13节到18节，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通行为。你的作为，我的一切，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；我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一切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算袂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；若算会了，嘛袂当透彻你的奥秘。感谢上帝听阮，阮求主保守阮，也管教阮，互阮会通行伫上帝真道，无偏移。求主用你的慈悲来听阮。用你的棍来管教阮、引带阮，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